来看地方消息，中油公司是甲北岛交流道附近的地下管线发包予其他厂商来修理。不过，昨因说是甲这网线挖破去，造成柴油漏油，甚至可去污染到家人的大武仑溪。这现场唔好摆味，一直到今日，这溪水拢还有浮油污。环保局就下令，这中油7天内就要赶紧改善，后续嘛照水污法甲矿污法来改发。加柴油的锁仔扭起来，出动吸油锁仔、吸油棉片，工作人员共步清理，赶紧善后，全部是柴油的污染。现场的臭味一阵阵，在地居民甲店头闻到头痕目暗，一直咧骂。刚油讲漏油安尼尔，就那个味道很重啊，然后出去外面看那个就是油一直溢出来啊。那会熊漏油，原来是中油公司发现地下管线有燃料油渗漏，发包改善以后，不过包的厂商15到场修理，又搁挖破管线，造成柴油漏油，甚至流向家人的大武仑溪。这个工地是我们中油公司基隆营业处在进行一些管线的改善的时候，那委由厂商施工，那厂商产生的一些失误，造成了管线有去做了一些泄漏，都惊垃圾油污染扩大，中油公司得到通报，随派人处理。经过环保局采样，虽然溪水内底无验出重金属，不过相关的行为牵连水污染，也影响空气品质。那下令7天内要完成改善，也被裁罚。有部分油脂已经有溢散到七贤桥部分，七堵七贤桥。那中有部分也在七堵的七贤桥跟重治桥那边有设置燃油所。那我们依照水务法30条的部分，我们会裁罚中油或其相关的单位，裁罚3万到300万。在修理的过程，突切颠倒，互漏油恶化，除了水污罚，罚上悬300万，空气品质也超过标准。居民因为臭味真困扰，所以阁要食一张10万块起跳的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